根据2017年到2020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，成年人体重过重或者是肥胖已经达到50.7%，比65岁以上更高达61%，而且儿童甲青少年的部分，嘛有将近30%有体重过重甲肥胖。为了有效来应对肥胖的挑战，基美病院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吴尚贤表示，除了药物，另外患者嘛用对饮食、加生活形态、运动等来控制体重。肥胖的定义其实就是身体内的脂肪量过多哈。那我们平常可能会使用就是身体质量指数 BMI 来定义哈，或者是说你的体脂肪过高哈，都可以算是肥胖。那肥胖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那它可能跟糖尿病啊、心血管疾病，这些疾病的风险增加都会相关，所以我们要去减重就可以达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。那至于如何去减重呢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善。生活形态呢，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的饮食，减少摄取入的热量，然后增加消耗的热量，最终达到热量赤字的话，持之以恒就可以减少我们体内的脂肪。那除了自己的生活形态控制之外呢，目前卫福部也有核准一款就是减重药物，它主要效果在于减少我们的食欲，增加饱足感，也就是肠泌素的制剂。那在内分泌科医师的门诊呢，可以来评估这个药物的使用。如果你在食欲的控制上面有困难的话呢，使用这个药物帮助你减少食欲，然后去建立新的健康的生活形态跟饮食习惯，就可以帮助你能够减重，并且持之以恒去维持。医师表示，肥胖不只影响到外观，更加甲真侪慢性疾病有关系。积极改变生活形态，对着肥胖的病人帮助真大。但如果出现并发症的肥胖病人，医师嘛建议会用透过减重药物来治疗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